旺角荷里活購物中心可以話係80、90年代年輕人訂製西裝嘅聖地，當年人流暢旺，鋪位搶租。但隨住消費模式轉變，依家商場內吉鋪林立，十室九空，鋪位價值大幅蒸發。場內今年成交物業貶值幅度更加係介乎7至9成，其中1樓一個單號鋪實用面積約100尺，以42萬售出，較2013年買入價420萬，大幅貶值9成，尺價約4200蚊。場內鋪租同樣跌至低位。資料顯示，場內一個實用面積約120尺嘅商號鋪，月租只有4000蚊，尺租約33蚊。盛匯商鋪基金創辦人李根興表示，商場高峰時期租金曾經去到2萬甚至係3萬蚊，而近30年新式商場林立搶客，再加上網購興起，本地零售消費轉弱，舊式嘅商場逐漸被邊緣化，一直行緊下坡。不過，相信呢類商鋪最差不過係再多啲吉鋪變為死場，總會有人對呢一類商鋪有興趣，例如可以低價買入，用作貨倉等用途。